有关于一位这个20几岁的女性在注射 AD 疫苗之后，那有发生过期流产的一个现象，跟各位报告。那她是在3月下旬接种 AD 疫苗第1剂，在接种前一天有验孕，那时候是并没有怀孕。那接种后有发生了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的现象，比如头痛、发烧、肌肉痛的部分。那也不久就立刻痊愈。那在4月中旬的时候，那她有做了第1次产检，因为前几天验孕，那发现她怀孕了。那时候怀孕是第5周，那时候并没有这个监测到胎儿的心跳，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监测到胎儿心跳，所以在5月初的时候再进行第2次的产检，这时候是怀孕周数是9周。那胎儿还是没有心跳，所以后来就决定给她流产了那这个个案她有怀孕了3次，那本身育有1儿，所以她先前有做过1次的人工流产那不过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就是说 AD 疫苗跟自然流产并没有这些相关。那我们国人就是妇女怀孕就是她的这个一般就可能的流产率是12.8%不分年龄层以上。是啊，那你会再呼吁蔡总统要来打 AZ 疫苗，因为之前是说蔡总统要打的是国产疫苗。随便他，那这个我想讲的还是那句话，该打的时候就打嘛。对。但上出生的 AD 疫苗是你自己本来的首选嘛？因为这波毕竟医事人员的施打率真的很低，才2.多%。现在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疫苗进来。第一点，到底会不会有其他疫苗不知道，什么疫苗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但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这叫 cost benefit 嘛，风险跟利益的评估嘛。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晓得疫苗什么时候会进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疫苗可以打所以与其一直拖。不如就先打了，但最终好像变成要靠着所有的首长带头打来拉这个打气。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台湾没有疫情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台湾不可能一直锁国下去的，终究还是要开放边境所以我跟你讲，我每天看那个资料，你知道，我们现在每天入境有没有？那被拦下来的，一天都3、4个以上，3、4个这个说一旦进入社区，这感染会散开的，所以。但是台湾不可能永远锁国下去的，所以还是要打。可是有关于说是不是要放宽到说扩大对象，放宽到全国？因为指挥中心目前没有放宽到全国，或是基于更多的地方。其实我也非常清楚的，现在最主要问题是疫苗数不够。我们台湾有2300万嘛，假设我要打2000万，乘以2要4000万支，我们现在手头上才31万支而已。离那个需要量还差太多了。老师你刚才打完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还好因为我上一次有来视察过，我还特别交代那个3cc 的空针改成1cc 的，所以那个针头更细了，打起来比较不痛。不过价钱每一支差3.5元。开始卫福部配下来，它是用3cc 的针头打事实上我们只要打0.5cc，是用1cc 的针头打。但你要知道，我们那个针头1cc 的针比3.5cc 的针每一支贵3.5元。只有台北这样吗？没有，只有台北这样。不是我们算过我们的。这医疗这个耗材的成本1cc 的针比3cc 的针贵，这你晓不晓得？对，所以说在台北打针会比较不痛，是不是？还是没有啦，这个全国的现象吗？没有啦，这个你要5cc 打也可以但是那个越打就因为那个它只要抽0.5cc 嘛，其实用1cc 抽是比较精确的这医疗技术问题的。比较贵所以比较贵是自己来负担吗？不会啦，这个我们都会自己。